我諗我哋今日咧好多時都需要使用互聯網噶，而我哋生活裏邊咧每一個嘅細節，無論咧你可能用緊部電話啦，你翻屋企上網啦，甚至咧你處理好多公務上面咧都需要使用互聯網。喺啱啱政府一啲嘅關於淫褻物品、不雅物品管制條例嘅諮詢裏邊咧，關於新媒體嘅管制咧係引起好大嘅爭論。我哋今日咧就嘗試去討論一下關於新媒體咧，我哋可以點樣管理，或者咧其實有啲乜嘢監管嘅方向咧，我哋可以值得參考嘅。咁其實咧喺新媒體嘅監管上邊咧，我哋真係睇見現行嘅法例咧，可能係有不足嘅地方。我哋發覺咧一啲而家嘅法例審裁嘅制度咧，可能其實係針對一啲咧非互動性嘅媒體，例如係書刊。咁我哋睇見互聯網或者新媒體或者係互動電視呢一啲咧係講互動性嘅，係講緊咧人人都可以參與嘅媒體咧，可能嗰個更新嘅速度好快嘅，或者內容咧係好廣嘅，未必咧係而家嘅審裁架構咧係可以咧係管理得到嘅。所以我哋覺得咧，可能需要諗一啲新嘅方向咧去管理甚至咧係要睇住咧一啲嘅內容。其實我哋相信咧社會上面咧都有共識咧，我哋嘅小朋友係需要受到保護㗎。一啲不良嘅資訊咧，喺心智未成熟嘅小朋友嘅情況裏邊咧，我哋覺得真係唔適合俾佢哋去睇嘅。其實我哋睇見喺而家嘅諮詢裏邊咧，社會上面都有一啲嘅共識，就係咧我哋唔係話要去攔阻一啲嘅人士咧去睇一啲嘅資訊，而係咧我哋要保護我哋嘅青少年咧免受不良資訊嘅影響。咁其實我哋可以點做咧？我哋覺得第一樣嘢，既然而家有時間，既然咧我哋都有咁嘅訴求，我哋可以試下一啲嘅先行計劃咧，例如喺學校試下點樣去做一啲過濾嘅系統，或者呢啲自願參與嘅屋企裏邊咧，佢哋可以先行試下點樣去睇下個過濾系統嘅情況係點樣。又或者咧，其實我哋先可以有啲嘅討論，係例如由學生社工老師咧一齊去參與，睇下點樣咧係制定一啲過濾嘅原則政策咁當然我哋亦都係需要諮詢咧，就係呢個 IT 界嘅資訊科技界同工嘅意見啦。咁佢哋可以俾到好多專業嘅意見我哋。咁其實就係一啲咁嘅空檔嘅時間咧，我哋覺得需要有一個平台咧，就係俾各方嘅人咧去講下點樣去承擔，點樣有嘅權利，點樣有嘅義務。咁其實呢個時間咧係非常之適合去做一啲咁樣嘅先導計劃啦，去建立一啲嘅討論嘅平台啦。甚至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睇見咧，可以喺一啲新媒體裏邊咧，睇下點樣去管理嘅。其實而家有好多新嘅網站咧，佢哋都有一個叫做 Notice and Take Down 嘅系統㗎。即係例如咧，佢哋喺維基網站啦，例如咧喺 YouTube 嘅網站啦。我哋睇見，如果咧你見到一啲上載嘅內容咧係唔適合嘅，或者可能係侵犯版權嘅話咧，其實每一個網民咧都有嗰個嘅權利或者義務咧，你去睇住嗰啲嘅內容咧係適唔適當，你可以提出意見，然後嗰個嘅網站咧就可以因為你提出嘅意見，即係你俾咗個 notice 咧，佢就可以 take down 呢一個嘅內容，佢可以刪除咗呢個內容。咁其實咧咁樣嘅監察系統咧，就令到全個互聯網嘅使用者咧都可以咧一齊去監察，提供一個好快嘅速度啦，更新嘅速度可以好快啦，而且咧大家都可以對互聯網上面嘅內容咧去負責。當然啦，上載嘅人咧係可以有上載，即係上載嘅理由啦，佢又可以有呢個上訴嘅權利嘅。咁其實咧，我哋睇見呢個制度都俾佢咁樣可以上訴。咁但係佢如果上訴咗嘅話咧，佢就需要咧承擔佢上載咗內容嘅效果。即係例如咧，佢可能會面臨法律嘅訴訟啦，法律嘅訴訟啦，可能係面對咧係一啲懲罰或者咧要承擔責任。咁其實咁樣嘅制度之下咧，大家都有機會咧去監察，大家都有機會有權利咧去表達佢哋自己嘅意見。咁樣可能咧係比較一個咧係可行嘅方法咧去監管同埋管理咧而家呢一個咧運行速度咁快嘅新嘅媒體同埋咧互聯網嘅發展裏邊嗰個嘅情況。咁其實咧類似嘅管理嘅 Notice and Take Down 嘅 system 咧，喺好多嘅叫做新媒體 Web 2.0嘅網站咧都實行緊。當然啦，仲有好多改良嘅地方，但呢個咧可能係提供一個喺新媒體監管咧或者係管理上邊咧係一個可行嘅方法咧，俾大家去參考。